心尽力了。你看忠孝。第三圣祭，依例回教历法3月12日为穆圣，就是回教教主穆罕默德，这位五教圣人里面的穆罕默德，求主赐他平安了。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圣人的诞辰及逝世纪念日都要纪念他为宗教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弯刀呢，不是要杀人的，不是说不信古兰经就要杀人，不是的，那是因为宗教回教发展过程受到迫害，迫害期间也不忘拿着古兰经呢，拿弯刀是要保护自己，保护教胞呢，拿古兰经是不忘了经典呢。你看他为宗教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为牧民为回教民你看树立了优良崇高高尚的榜样。哇，这叫圣祭耶，要纪念圣人呢，就是要记得前贤们的努力奋斗了，增加修道的精神。你看有开斋节，有忠孝节，有圣祭耶。第六，伊斯兰的殡仪土葬，伊斯兰的殡仪简单隆重，不用棺木嘞，没有用棺材的嘞，不用陪葬品嘞。认为人死至审判日到来之前，为魂净时起，坟墓的魂境界的境，魂净时起。此时起的好坏待遇以个人生前恶行善恶有善有恶，善恶行为来决定了。这类似佛教徒说人死后这749天了七旬749天里面这是中阴身时起人的七魄也会1个礼拜消失一魄刚出生是1个礼拜来一魄，三轮七魄那个七魄，三轮是灵魂觉魂生魂人生的功课要净化这三魂，灵性要归天觉魂说是在神主牌的，生魂是说跟肉体跟尸体在一起的。人生的功课要净化灵魂、觉魂、生魂，像佛教说要净化身业、口业、意业，身口意业都要净化。你看呢，回教徒也知道说在审判之前也是要依照生前的善恶行为来决定以后的结果。它并不是以坟墓的大小或坟墓的豪华或简单来决定。佛教徒说这749天中阴身的时间要赶快要有那个家属帮他做善事积功德功德回向给亡者这样会帮助他避免堕落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最好能够到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等三善道，能够求得一贯道三宝心法，到弥勒外院有亲口修行，修得好可以到弥勒内院，然后继续修行，将来能够成佛，回到无极里天灵性的老母娘的身边。也有回教的教长，也有回教的长老求一贯道的呢，这是有事实记录的死者灵魂并非居住于坟墓中并规定尽量在72小时内需要安葬完毕。这佛教徒是认为说要1个礼拜左右，这个72小时是3天呢，回教徒是认为72小时3天内要安葬完毕，回教徒比较简单隆重，比较快人死重归土中是回归自然最好的方法。佛教是主张要火葬近来要流行植葬那么取一点骨灰，然后种在树头，种在树头旁边就埋在树头旁边就叫植葬植树节那个植树葬又叫树葬
21世纪中华民国104年，这之前几年就有人用树葬，就是火化以后骨灰拿一些在那埋在那个树的旁边呢，有叫植葬，植树节的植啊，也有叫树葬啊。回教徒认为是土葬，是回归自然最好的方法。佛教徒用火葬是主张环保，注重环保。以传统的台湾社会呢是用土葬的，但是佛教已经归空的耀慧法师有交代说，要做扫墓要注意啊。如果刚下完大雨之后出大太阳，不能去扫墓。那下过雨，然后出大太阳，那个坟墓里面那个棺木里面那个尸体那个气那个尸毒会蒸发出来了，所以不可以在大雨后出大太阳的时候的日子去做扫墓啊，怕被那个坟墓里面那个尸毒的气熏到了这也是要注意卫生健康保健，可以离多一天，隔多天一点。台湾这边的清明扫墓，大概那个时候都比较不会有什么大雨啊，很热了，比较不会。大概春天那个时候还不会很热，是清明节扫墓是很适合的。扫墓是慎终追远，也是后代子孙感念祖先的那个恩德，感念福报。哇，这个新营王宫里的里长很辛苦他做环保工作，他处理这个街道废弃物的清理，然后把那个前方那个资源回收厂的那个墙壁铁皮上的写说这里要停业了，这个回收厂要停业了，不要乱丢垃圾了，不要乱丢废弃物了。还要亲自来处理这个街头的那个废弃物真辛苦王宫里新的里长蔡里长尽心尽力的，很优秀，蔡里长很优秀。哇！中华民国104年，今天7月6号。宾礼，回教徒的宾礼不求亡人庇佑，而是祈求真主对亡人的慈悯与饶恕，祈求真主对死亡者的慈悲怜悯和饶恕并祈求赐福给他的后代子孙不是求亡人庇佑，而是求真主赐福给他的后代子孙。那凭什么？要看平常有没有遵照真主的教诲真主的教诲是差遣那个圣人教主圣人穆罕默德，然后有那个古兰经所以依照经典的指教会来做，有没有真实的真诚的修养修炼修行靠凭这个，然后要求可以祈求真主赐福给他的后代子孙，所以要修行才是对的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才是对的嘛，还是对后代子孙都有帮助的嘛。其余的教法所禁止的事项，回教的教法一禁止吃那个猪肉啦，禁止喝酒嘞，禁止吃血液的还有为颂阿拉真主之名而屠宰的肉品都不可以吃不可以吃猪肉以外，还有血液没有经过颂安拉的名而宰杀的动物的肉都不可以吃不能乱杀生，不能杀生，就戒杀要戒杀也不能喝酒你看。第二个，禁止拜偶像、卜卦、算命等。回教徒禁止拜偶像、卜卦、算命
第三，禁止偷窃、赌博、诈欺、放高利贷、诽谤、奸淫、违反自然的性行为，不能人畜奸淫呢，不能人跟鬼、人跟神的奸淫呢，不能乱伦的奸淫呢，不能欺负朋友的老婆的奸淫呢。哦，禁止偷窃、赌博、诈欺、放高利贷、诽谤、奸淫、违反自然的性行为等。哦，你看哦，这个跟佛教说戒杀盗淫妄酒五戒很类似，儒家的仁者不杀，仁者不邪，仁者不杀生，仁者不杀生，义者有义的人不偷盗，义者不偷盗，礼者不邪淫呢，智者不酒肉，信者不妄语，仁义礼智信五常啊。类似儒家的五常啊。第八，伊斯兰的宇宙观，阿拉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故我们只崇拜他，崇拜真主阿拉。我们是说老母娘，一贯道是说老母娘，他不拜任何的偶像，不算命，也不卜卦，一切都靠真主。要改造命运是要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遵照圣人的教诲来做。所以说不算命，不卜卦，你有真修行，有大功德，就可以改变命运了嘛。第九是伊斯兰教的人生观，伊斯兰教是今生后世并重的宗教，今生后世都并重了，以入世的精神做后世的功德，哇，不简单。以服务人群代替修行。很多看护的是印尼的那个外劳哈，印尼他信回教的呢，以服务人群代替修行。你看印尼的外劳那么多，后来最近印尼要发展了，说好像到外劳到中华民国106年还是107年就不再让外劳来到台湾。求真主在后世的回世，你看，要服务人群代替修行，求真主阿拉在他后世、他死后以后的生世的有所好的日子、好的回报要回世。还在有真主阿拉尊名的纸张请勿丢到不干净、不洁净的地方，如果要丢弃要销毁。要用火烧销毁。像中国传统社会儒家的信仰的教诲的社会是说要有习字亭，要有习字亭。在美浓地区还有习字亭，台南市那个孔庙附近呢，还有供奉广泽尊王的那个供奉明正时期的伟人呢，陈永华的那个寺庙，永华宫台南市永华宫庙前还有那个习字亭，然后府前路附近那个德化堂斋教龙华派德化堂，他们也有习字亭，可能还有那个学甲慈济宫庙广场呢，东边那样，东西好像都是也是习字亭，那个不是烧金子的金炉，它是习字亭。宗教参访，台中清真寺。